会今仔日开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甲中国的习近平伫人民大会堂见面，预计关门会议了后，下晡会对外说明。庆祝新婚的国外节，罗西亚总统普京宣布4月12活动期间对乌克兰暂时停火32点钟，乌克兰也愿意遵守协议。苗栗白沙屯马正乡昨暗已经挂头期，4月12要起价，今年超过46万人来报名，代替高铁也会加开车帮来营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政治界的大消息，先来关心的是，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是带团去访问中国。今仔日是这国内外正关注的第10回，早起呢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人民大会堂来见面，双方有先发表谈话，预计这关门会议了后，下晡就会开记者会对外来说明。这第10回呢是今仔日11点开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行抗受结这党徽，而且穿孔色的西装，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伫咧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见面。这届这个会场呢是接待国家元首甲外宾的东大厅，双方伫咧发表谈话了后，就开始关门会议。郑丽文伊是讲家己已经准备好势，也真有信心。不过针对着这个会议的内容，伊是一字都无讲，预计在下晡才会开记者会对外来说明。好，来看这电视会呢，今仔日来举办，咱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向这维权者压头呢，其实是无通换来自由，甚至佫较袂有和平的。那外交部是讲，希望这郑丽文这段呢，会当传达这台湾的主流的民意。那这哪位是认为讲，会当针对着电视会这内容来讨论，唔通有伤这政治色相。总统怎么看政协会？电视会进行引起关注，总统赖清德透过面册发文表示，中国针对台海一个甲岛链四边的无乌地带侵扰甲军事威胁，严重冲击到区域的和平稳定，向维权者退让，只是用主权甲民主做代价，袂换来自由，更较无可能和平。希望郑主席这一次跟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见面哈。能够准确地传达台湾人民的这个主流民意，而不是一个党派的或者甚至是个人的一个诉求。做政治人物，而且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你就是大开大合，正面对决。刘玉辉呼吁郑丽文应该向习近平准确传达3点的诉求：第一，中国爱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第二，台湾的未来爱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第三，马上停止中国军机军舰侵扰台湾。不过，郑丽文去访问中国，解放军找到有关伫黄海实施实弹射击。我想越紧张越需要沟通交流。民进党立委批评，若准郑丽文配合反台独、杀统一，会互国际社会错误信息。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会当针对电视会内容评论，不过无希望政治性的推测。如果如同习近平的如意算盘，郑丽文来配合了这种假和平真投降的支持反独促统的习近平路线，那么就带给国际社会非常错误的讯息。不管是政协会也好，川协会也好，这个内容上来讲，当然都可以可受公平。好，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或者是内容还没有出来之前，就做太多的政治臆测，我想是不太客观的。过去2015年朱立伦做党主席的时，也捌甲习近平会谈。同一年，迄阵的总统马英九甲习近平握手81秒长，写下历史新纪录的马习会。另一届国民党主席访问中国的纪录是2016年国民党搁在正做在野党的时，由洪秀柱会面习近平。即马20年电视会举办，牵动两方的关系受到国家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针对着咱的国防特别条例，立法院昨是来进行调野协商，也毋过国民党团煞拢无人来。民进党团是批评讲，这是因为郑丽文访问中国的关系，所以国民党团才调工咧拖进度。那国防部长郭立雄也讲明讲，其实这中国呢，随时拢有可能为演习转做是开战，所以无通去理解到底是安怎有人会积极提升自我防卫的重要性。
面对中共军事恐吓，台湾提悬国防实力是真要紧。针对国防特别条例调查版本，无论是金额项目拢讲袂话。立法院提交调查协商，不过国民党团拒绝出席，民进党团是副总调王安祥代表参加。在遐态度罕见不强调，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感情表示，台湾作为第一岛链前沿，面对无放弃武力并吞台湾的中国，咱无理由不愿意承担自我防卫责任。那随时可以由训转也由言转战，所以我们强化防卫韧性跟不对称战力。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子的自我防卫责任能力的提升，到底有什么值得大家来迟疑？面对南会无人到场，和会议无法度强势签字，协商宣告破局。但今天会的陈冠廷表达不满，点名国民党团总召卜君奇团员协商，甲国民党主席陈立文去中国访问有关系。可能是他们的党鞭，就刻意阻挠，不要因为明天是要见习近平，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故意把这个事情往后搁置。不要跟中共联动。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韩院长这个的高度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促成大家我一直在讲这个希望能够促成大家的异中求同台湾国防特别条例卡条例引起美方关切，国联邦参议员潘克斯来台分别拜会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韩国瑜外交部，伊强调这摆上重要目的就是展现美国甲台湾协作会韩国瑜承诺会协助完成特别条例审查。Your legislative yuan has to do its part and pass the special budget. And that's one message that I want to send to your leadership. When you pass the special budget in the legislature, that is a signal to China an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Taiwan is serious about peace through strength. 记者综合报道。好在中共呢是不时来扰乱台湾，咱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进前是伫咧面册来发布海面态势图，公开这中国的护卫舰、电侦舰，甚至是海警船的这个位置。不过，说国民党团呢控告讲，伊是咧漏泄国防机密。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这个海面的态势图其实无明确的军舰的位置，也强调这张图已经有甲机密的资讯拢提掉啊。中国清官两化情势紧张，国防部初九发布侦查到中国军机6架次，中国军舰8架，含公务船1架出海。面对中国军队常态性侵扰台海，就伫国民党主席陈立文去中国的前一天，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伫初6伫面册发出海面的态势图，公开中国军舰围绕台湾，展出中国护卫舰、电侦舰、海警船的位，互哪位质疑射密，甲海军监控能力部署tempo含掌握的军情都互对方知。对于信誉的标准，应该要把它明定清楚，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整体国军在监控我们周边海域共建或者共机等等，其实它还是有关我们现在的一个相关的监控能量。没有确切的这个船舰的位置，包括方位啊、经纬度啊，还有这个时间呢那我想像这样子的一个示意图，已经就如这个海委会所讲，已经是去机敏化。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讲，海面的态势图是示意图。海巡署是回应讲，关系资料已经去机敏化。关碧玲初8个发文来骂中国，应处铺设地带的侵扰。各国的专家拢建议讲，台湾海巡署应该把违法的侵犯行为公开点名，利用社群媒体对外来公开。不过国防部逐工拢会公开中国机舰伫咧台海的4库里亚活动。郭立雄讲，亲像针对中国的军演，嘛会去机敏化了对外发布。掌握是很好的，我个人觉得并不是泄密。这是给大家知道。他利用图像化、图表化，把资讯公开透明，向国人做诚实交代，这是他应尽的职责。所以，民进党团全力支持。另外，那也指认告关碧玲漏泄国防机密，那立委声援关碧玲，前海军上将那位陈英空，嘛肯定海委会掌握中国军舰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去年9月时，这高雄的兴达电厂爆炸，迄当中有人家厝受到损害。即马这电厂第2期要开始来做啊！伫咧高雄永安乌那道的居民呢，是去到高雄市府来တင်情抗议，讲这厝壳受到损伤，到今拢还未修理，正第2期搁要起落，所以要求市长就爱出面来做主。那台电这方面呢是回应讲，其实这受损的厝壳已经有6成拢修理好势，会继续甲在地沟通。疫情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请问在地沟通、在地说明会不会办？我们收到民众的陈情。
因为出面接电证实的高雄市府代表无回应正面的答复，乌那头居民是愈想愈怨气。因为自从去年9月兴达电厂发生爆炸了后，台电甲打，敢若去年的11月有甲居民开过一摆协调会，落尾都无消无息。厨房准害气甲打拢也未修理好势，讲要做安全撤离措施嘛无看见。即摆台电阁发表起2期，互居民是愈讲愈生气。啊，无阮遮民因电小气啊，安尼较有路用，那嘛是着阮遮民大家安全有平安，安尼硬要压房的要管起，啊开拢无要管负责，安尼无公平。没有智慧手机，要怎么样通知他们有发生危险，或是有什么要撤离方案？怎么撤离？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到现在，电厂没有出面把这些完整的东西全部都告诉这些居民。乌那头居民车站来市府电证抗议，拜托市长替因做主。但是台电无要插居民提出的相关诉求，安尼2期因绝对会空前到底。对此台电表示，去年意外造成的厝壳损伤有133户，其中85户已经修理好势。针对民众关心的安全措施，除了手机的信息通报以外，撤离措施嘛已经规划好势。针对长者撤离应变，台电也成立了守护社区行动小组，安排专车优先接送高龄与行动不便的民众，并规划完善的安置动线及物资供应。面对乌那头居民的电证，市府表示会甲民众的安全放伫头一位。居民强调，乌那头的人注定爱甲电厂生活做伙，应该望望一个安全的保障，互因会当住了安心好食困。记者柯家族邱用高雄场报道。新竹市伫今年初的时呢，有颁予市民5000块的消费金，也毋过打算传出当初是这3000外的假日加班的员工呢，是还未领到因的加班费。有人讲这2个外月的时间已经过去啊，钱拢无入来。原来这新竹市府呢是回应讲，这是因为人数有较侪，名单整理煞就会来拨钱啊。摕到市府发的消费金，民众乐笑甲真欢喜。不过，即马所传出当初加班协助发钱的员工，到当也未领到加班费，而且大部分的人拢是基层员工。到现在已经快3个月了，这个钱我们还没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也是希望这个辛苦钱希望那个市府单位能出来说明给我们一个确定的时间。有议员讲，市府伫1月到2月，拢总动员3000外的基层员工，伫全新竹市设300外的发放地点。那互人强制取消休困来加班，时间过去2个月，虽然加班的钱拢个摕袂到，这支市府无重视基层的权益。要大家做事的时候雷厉风行，现在要发加班费给大家，身为一个这个新竹市政府的大家长，却用这样不要不进行政怠惰的方式来处理其实高虹安应该要体恤基层公务同仁的辛苦。这3000多名公务员的加班费，至今市府都还没有核发，基层苦苦等不到辛苦的报酬，实在非常的夸张。有关消费金作业同仁加班费发放事宜，目前已完成清册会诊，为确保款项精确无误，市府正严谨执行逐笔资料核对与校正作业，后续将采分批拨付方式，全力加速行政流程，务求在最短时间内将款项汇拨至同仁账户。市府指出，因为这摆动员的人员较多，目前已经完成名单资料，是为确保正确，才会开较侪时间，上班伫4月底进前就会完成发放。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看中华的头一栋青年主体呢，是按算今年5月要来完工，分做12坪甲28坪，这计数对360万到870万拢有。这阵嘛是开放民众来申请，不过有人说认为讲这计数呢伤贵啊，对青年买厝其实帮助是无介大的。那县府呢是表示讲，其实每一坪这计数已经俗过行情，虽然有人话贵，也不过申请的人也不哩啊侪。工程人员无用咧赶工，这栋8层楼高地下1层起伫园林的新大楼，是中华头一栋青年主体。县府按算今年5月完工，目前正咧开放受理民众申请买厝的资格，计数上加369万，上悬877万。有人认为计数也算合理，嘛有人讲安尼计数买厝压力也是真大。我看足多人来看诶。计数若要伫这地点，你感觉可以无？还可以啊，价格还是有点高一点，会期待政府定价会再低一些。就我知道彰化要接近10万才买，现在收根本就买不起。
官府表示，园林青年主体拢总有42户，小变数的厝型计数是369万至406万，大变数的厝型是798万至877万，一边平均无到30万，比市场新厝的计数数。到买厝的中人指出，同款的计数比较落来，大家可能会买中古厝。目前园林中古屋的市场近1年的单品大概是落在28.76万元，跟我们园林青年住宅27到28万元其实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会考虑我们的坪数限制，然后转战我们的中古屋市场。申请人必须为20岁到45岁，涉及彰化县累计满3年，家庭成员均无自有住宅，名下土地现值总额不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官府指出，中华规划敢若卖无要租的青年主体，主要是希望少年人会当住伫中华，留伫中华发展。目前申请人数真踊跃，民众表示，长期来看，都爱提悬中华的薪水收入，才会当解决中华少年人口外移，增加民众留伫中华发展的意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北市北投的朱航先生主持释上线呢，是互人指控涉嫌把这信众添油香、点灯，也是讲发挥等等的这个收入，全部拢藏入家己的落地啊。这7档内呢，已经占7000多万。即马专案经过士林地检署侦办，已经依照公益侵占罪嫌加以起诉。带台所文代表献礼，护士的大小事拢由法师释上贤主导。不过，身为主行禅师当家师的伊，所互人指控甲信众管理香火钱、塔位、发挥等各项寺庙收入拢刷来使用，就连禅师厝顶修理的工程退款嘛叫占去。民国107年开始，7年外侵占7044万外，事件查到警察终结，依照涉犯公益侵占罪嫌起诉。被告涉犯刑法第336条第1项公益侵占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法院从重量刑。主行禅师伫台北市北投伫当地不正有名，不过检方查出当家师涉嫌指示县内会计，拢总7000多万的公款转入个人的户头，提起招人投资机会，也有做建地电视台营运费用。专案甲当家师叫人起诉，县内助理是得到原起诉处分。记账方式都承接以前我们当家师傅的做法在做，所以师傅交代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其他我也不会去过问，信徒不能去质疑师傅的任何事情。县内会计会当得到原起诉，是检方考虑伊是虔诚的佛教徒，因为是考虑去互当家师指示犯案，不过犯后态度良好，对犯行坦白承认。那释上贤虽然伫侦查中坦白承认侵占公款，不过去互检方重话批评，讲伊是当家师甲管理人应该诚心少欲望，不过真后讲法律伊煞甲公款当作个人的金库，私人伫使用，恶性未遂，甲当也未缴回任何犯罪所得，请判当刑。因为我妈在这里，我就自己进来办，一次就是缴卡位跟排位，卡位15，排位10。对我听到蛮下课的。清明节啊，年节才人比较多，我们停车停在这里，我们是给他租的3000块。今日该传信息打电话予释上贤出国前无得到伊的回应，不过这个风波的影响，那当家师名下总价值1000万的真侪张保单加3笔的土地，已经去检方查扣，并且没收，嘛互主行禅师的形象受损，信众嘛无法度相信。记者采访报道。这厝内有饲动物伴的人，就要加来注意啊！听物用药的新制度呢，原底是7月初1要来实施，也毋过即摆呢，是因为这新制规定讲，药品若准无申请做动保用药，安尼主人就要先甲兽医提药单，才去去到药局来领药啊。这来来回回呢，互人只是讲恐惊是会阻碍着治疗的时间。今仔日下晡，这农业部就要开会来讨论，也强调这新制是要凊彩施行的。带宠物到动物病院看诊了后，想要摕药啊。若病院拄好无治疗动物镜头的特定动保用药，饲主就爱摕买药的证明去药局摕药啊。这是7月初1就要起稿的宠物用药新制度。虽然还有2个月，社会媒体早就已经讨论甲并过，有真侪人质疑，包括万一药局无药啊免怎？万一半暝啊看医生，药局无开咧，那是延误治疗，谁要负责咧？当我们需要医治用药的时候，拿不到药，可能就会造成抢救上面
毛孩生命的危险。我觉得政府不能当刽子手，我们应该要好好把这个政策做一个很好完整的配套，我们再来实施哈。农业部的统拨用药新制度，连执政党立委甲地方议员拢真烦恼，表示接到真侪真情，感受到民怨真悬。早起举行记者会，大声喊讲，卖这凊彩就实施。在场的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指出，目前700多种的药品，只有200种左右登录做动保用药，服药应该改做负面表列。药品要用的品项很多，然后但是它用量有可能很少。所以也有可能有一些药商，他其实就是不愿意登录成动保用药字号，那会变成是一个兽医永远都拿不到动保用字号的一个这样的缺陷在里。农业部回应，负面表列会较了时间，现出时已经有改善的办法。那协商的结果其实获知一些共识，就包括说我们可以备药，把这些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必要的药品备药在我的动物医院。农业部防检署下晡嘛会举办研商会议，阁会伫面册直播。会前已经先表示调整的方向，强调守护宠物生命权甲医疗权，政策甲制度的改革拢会优先考虑遮的。新制度袂凊彩就实施。防检署嘛讲，目前呢，甲需要的药品直接公告做动保用药，这个方式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4号风台新落桥伫2点的时阵已经结成，有机会来发展做强力风台。目前甲看起来，这路线呢是离咱台湾真远，是袂有直接的影响的。那拜六礼拜这天气呢，气象署是讲是会真烧热，也毋过后礼拜2开始又阁有风面要来啊。到时阵北部、东部是会落雨，那西部地区呢是湿热，就要注意风拍。今年的第4号风台新落桥，东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煞位。气象署指出，新落桥未来会伫日本南方的海面转北，不过距离台湾真远，以及袂有明显的影响。拜五各地头天气拢真好，东南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云风，高温有可能会到36度，稳定的天气会持续到后礼拜2。那到礼拜3的时候的话，这个锋面就会逐渐通过台湾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可以看到，甚至在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外岛的金门、马祖都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另外像是在山区部分来讲的话，也是会有一些午后的阵雨。后礼拜3锋面通过，东北季风略略增强，北部甲东北部气温会小可降，降雨嘛较明显。若西半部天气是相对稳定，偏湿热。气象专家提醒，礼拜暗时白沙屯马祖射箭活动开始，东部地区日夜温差大，日时指望线是过量的，参与活动的民众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早晚还是有偏凉的状况，白天是非常的炎热。目前看起来高温可以高达28度到32度。春天的天气变化大，影响大型宗教活动。气象署今年嘛头一摆推出行动气象站监测系统，对射箭活动来刷位，民众到时会当透过行动装置来掌握即时的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这西方的国外节呢是一个大节日。罗西亚总统普廷是宣布4月12国外节这活动期间，对乌克兰会暂时停火32点钟。乌克兰也表示愿意遵守这项协议。不过，在这停火进程呢，这英国的军方是有指控这罗西亚，伊是想要破坏海底的电缆线。过去1个月以来，已经在北海来赶走3只罗西亚的舰艇。罗西亚甲乌克兰拢有不少的东正教信徒，因为东正教4月10日复活节就要到啊。克里姆林宫正常发出指令，要求前线的部队对11日下晡4点开始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伫社群平台回应，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要采取相同的行动，希望人民会当度过一个无威胁的节日，也呼吁罗西亚伫过完节慢慢恢复攻击。Ну а сейчас сроч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со ссылкой на Кремль. Реш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иближающимся православным праздником Пасхи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ирие с 16:00 11 апреля до исхода дня 12 апреля 2026 года. 虽然陆地战事暂时落点，不过北海却是有危机要醒来。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初九公开证实，英国甲挪威等等的盟友合作，伫过去1个月继续追踪真侪只罗西亚的畅水艦，包含一只阿库拉级的攻击畅水艦，也有2只属于罗西亚深海研究总局的特种畅水艦。英国指控这个军艦走来英国专属的经济水口，目标上可能是迫害传输数据甲能源的海底电缆，威胁到英国的国防甲经济。And I'm making this statement to call out this Russian activity. And to President Putin, I say,
We see you. We see your activity over our cables and our pipelines, and you should know that any attempt to damage them will not be tolerated and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BBC 指出，海底电缆甲管道对英国的数据资料和能源是真要紧。全英国大约有60条的海底电缆甲陆地小接，记载英国90%以上的日常网络流量。另外，英国大约77%的进口天然气经过北海管道对挪威入来。面对英国强硬指控，罗西亚是有关否认。不过，希里强调，英国透过军舰甲P8的反潜巡逻机进行24点钟的严格监控。俄罗斯也无法度暗砍伊的计划，这场已经超过1个月海上追踪，落尾成功把目标赶回去北方的基地。虽然目前确认海底基础设施无松动，不过因为地缘政治愈来愈紧张，海底电缆的安全防卫已经成做北约各国真重要议题。公司新闻第一人编译。虽然即马美国甲伊朗呢是要停火2礼拜，也毋过黎巴嫩呢要是受到以色列的空袭，一日是有超过300个人死亡，互美国甲伊朗呢佫强要拆破面啊！即马经过美国的介入，以色列甲黎巴嫩呢后礼拜要伫美国的华府来谈判。另外一方面，这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伊是佫在强调讲，未放弃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9搁再强调，未对黎巴嫩停火，也毋过伊也讲，伫黎巴嫩的拜托之下，已经指示落个后礼拜去美国华府，直接甲黎巴嫩谈判。אני הנחיתי אמש בקבינט לפתוח במשא ומתן ישיר עם לבנון כדי להשיג שני יעדים. אחד, פירוק חיזבאללה מנשקו, והשני, הסכם שלום היסטורי בר קיימא בין ישראל ללבנון. 以色列甲黎巴嫩伫华府的谈判由美国国务院协调，美国总统 Trump 初9亲身敲电话予纳坦雅胡，要求以色列伫黎巴嫩的议题都要卡比手咧。根据黎巴嫩的统计，以色列初8的空袭造成超过300个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这是过外月以来上界严重的一届。以色列佫继续空袭行动，佫较要求黎巴嫩撤离民众，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不满，强调黎巴嫩的病院已经被砍跌，医疗用品得被用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正做是以军攻击的目标，甚至造成1名的成员死亡。If we have another mass casualty like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it will be a disaster actually. We condemn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e persistent attacks against UNIFIL, including the latest grave attacks which cost the lives of 3 Indonesian peacekeepers and injured several other peacekeepers from France, Ghana, Indonesia, Nepal, and Poland. 美国甲伊朗达成停火2礼拜的协议，也毋过针对黎巴嫩敢是伫个停火的范围，也佫有荷姆兹海峡控制权等等的问题，消息是真乱。到今也未公开出面的伊朗新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初9搁再透过媒体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无纠正，毋过嘛未放弃对入侵者讨赔偿的权利。另外，伊朗对荷姆兹海峡的控制会进入新的阶段。美国总统 Trump 初9警告伊朗，未当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收钱，也互4月11日要伫巴基斯坦的谈判更较有困难。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再来看美国的总统夫人梅兰妮亚呢，是互人讲有牵涉到爱普斯坦的性犯罪案。昨昏伊是真罕见伫白宫来发表声明，讲这网络的风声呢，拢是乌白乱讲的。另外，这微软的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嘛，是因为甲这桩案件有牵连，6月就要去国会来作证，来说明伊甲爱普斯坦的关系。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拜是真罕见伫白宫大厅开记者会，针对最近网络流传伊甲已经过身的性犯罪者爱普斯坦有关系的言论展开反击。梅兰妮亚讲，这个指控无道德的标准。伊甲昂塞 Trump 虽然参爱普斯坦的社交款有相塔，也毋过只是公开场合的礼貌性活动，绝对无私下来往。I am not Epstein's victim. Epstein did not introduce me to Donald Trump. I met my husband by chance at a New York City party in 1998. This initial encounter with my husband is documented in detail in my book, Melania.
梅兰妮亚强调，将来唔捌甲爱普斯坦有任何关系。针对共犯麦斯威尔的电子批回复，只是礼貌性的互动。伊进一步指出，伫所有爱普斯坦的文件、证书，也是 FBI 访谈记录当中，将来唔捌出现过伊的名。伊也呼吁国会应该在针对真正的受害者举办听证会，让真相会当公开。My name has never appeared in court documents, depositions, victim statements, or FBI in interviews surrounding the Epstein matter. I have never had any knowledge of Epstein abuse of his victims. 梅兰妮亚的呼吁虽引起国会响应，共和党众议员梅斯感谢第一夫人为受害者出声，而且俄罗坚强的女性站出来捍卫正义。民主党众议员也表示认同，呼吁委员会爱随安排听证会。不过，这条风波也拖去到科技业，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已经在6月7日要去国会作证，讲伊甲爱普斯坦的争议。比尔盖茨要承认甲伊来往是大错误，不过嘛否认参加任何非法的活动。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日本新冲山的樱花节呢是真有名，也毋过在观光也带来环境的破坏。当地市府是宣布今年樱花节要停办，也毋过一寡外籍游客呢煞拢无要插，想讲这人来就来啊，要是伫咧樱花开的时入去人的社区，或者居民呢是大怨叹，讲因的生活受到影响。为山脚看起嚟，富士山山头的白色映着粉红色的花，景致真水，请游客一直停落来翕相。这游客混乱的人潮，佮加上车辆，互山脚的交通拍夹。Also going up, you have a beautiful view the entire time. Yeah, a pathway where you have all of this cherry blossom that is incredible. Yeah. 日本三大关新冲山千间公园樱花节以富士山、五重塔甲樱花小夹的美景，透过社群平台闻名全球。一到樱花的季节，逐工去遐行搭的外籍游客人数超过1万人，造成小镇交通特别袂堪挤，人可威胁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不少外籍游客本色黑白片，佫会甲居民借便所。佫较过分的，佫有直接伫人家厝外口黑白放屎尿，种种乱象，互居民真困扰。受到观光公害影响，新冲山千间公园历史的富士极电市市府今年2月宣布停办樱花节，不过外来游客游玩一直迁入来，互居民感觉真苦。これから朝早くじゃなきゃ買い物に行けない。だから1週間分ぐらい俺いっぺん買ってきて置いとかないと。只是这种过度旅游的现象，嘛，互居民的意见出现分歧。部分居民希望维持原本的平静生活，另外一部分人是趁机会利用家己的门口埕经营收费停车场，搭临时的搭来卖商品或者是食品。观光人潮互过去稀微的商业街重新兴起来。虽望大部分的居民期望伫观光生活间掠到平衡，不过外籍游客的素质真好控制。这种旅游污染的问题，不但是富士极电市，就连京都市、镰仓市拢有相像的问题。虽望日本政府应允会解决过度旅游的问题，不过目前效果无好。佮期望伫2030年将入境游客人数为目标的4000万人次提悬到6000万人次。公司新闻单是同编译。继续来关心，在国内外拢真关注的第10回，在国民党主席邓丽文今仔日早起呢，是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见面，双方有计伫咧关门会议了后，下晡就会开记者会对外来说明。主席准备好了吗？随时准备好。国内外关注的第10回就安排在初十对11点开始进行。国民党主席邓丽文现场甲党魁甲一束空色西米露，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面。这届会场是特别伫接待元首外宾的当大厅，双方握手讲几句话了后，分别发表谈话。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两岸和平的制度化，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该进一步的筹划与建构具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这是历史必然，我们对此充满信心。郑丽文自初期就出发去中国拜访，行程办得满满。但陆委会崔高茂表示，国民党主席是台湾政治力量真重要的一部分。针对这几日郑丽文表现出国民党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性质，使人烦恼。立文家强调，郑丽文应当向中国传达台湾的主流民意。中共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啊。第二，台湾的未来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第三，立刻停止共军基建扰台，这3点啊。那这3点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并没有看到郑丽文主席去表达这样的诉求。郑丽文甲习近平两人谈话结束以后，双方遂开始进行关门会议。董事会拍算会讲到9日共识中华民族，也有两岸和平等等的议题。结束以后，伫咧下晡的时阵，国民党也会搁开中国记者会，对外说明会谈的内容。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咱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到今呢是要被复位审查。那赢这方面是表示讲，针对着新型预算等等，这行政院长杜英泰应该就要先加预算保护组。因为那杜英泰伊颠倒是讲，是国会呢应该要先加停事保护组。另外，这个方特别条例即马嘛是咧拖部长郭立雄，伊是搁一个呼吁讲，希望家己的版本会当得到支持。总预算应该已经要复委的时间早就过了，那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让后来的程序我们把它补上来。行政院长搁一摆向立法院发声，希望今年度总预算关期审查。虽然捌传出在野党团想要伫个初10的议会，互总预算复会，不过除了民进党也被依然无提案处理，按算下礼拜由院长调回协商。连很多的运动赛事也因为这样而无法举办，包括很多地方的建设因为这样而无法做，甚至很多新兴的计划也受到了延宕。这对台湾的竞争力，这对台湾的经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行政预算718亿，里面就有80亿是平台赛事就有啊，所谓的口注啊，解铃还是系铃的，现在也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嘛。国民党团呼吁杜英泰先将已经放行动机的新型预算顶补助，强调这是行政院法定责任，共款做现前的各项特别条例审查，提交调野协商，那也就提请假。不过下礼拜国民党籍调会马文君阁安排考察协商，会个延迟。是不是有安排考察？这样还会出席协商吗？看到时候怎么排，什么时候？刻意去阻挠，刻意去再拖慢整个过程。那所以我们今天党团我们的决议还是就是交由这个院方就是韩院长来去召开党团协商。那务必他们要先做好功课，不要再来的时候一样没有结论，没有讨论，然后硬是要通过他们自己想要通过的版本。协商应该跟委员会的行程没有一定要挂钩嘛所以我想应该可以另外安排协商的日期。郭立雄希望审议会赶紧，因为都算条例通过了后，还有散限，各方部立场依然是希望正式版本应得到调野支持，和各方建设应顺利推动。记者综合报道。电器产品3C的展览呢，今仔日起过，也毋过因为这中东的战争，和塑胶原物料成本呢是起差不多2成，尤其是冰箱甲冷气，这影响是上介大的。业者表示讲，这家电产品呢，伫今年5月、6月，无排除会起3到5%。真侪民众会去电器展览，想要捡小米，一概买好嚼。不过今年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电器的原物料塑胶进货成本起价。业者表示，目前展览的电器价格未调整，不过到5月、6月，电器有可能会起3%到5%。应该会调涨，那调涨的幅度的话，3到5%跑不了。尤其现在进来最近的塑胶材料调涨了差不多有10到20%。卖电器的业者表示，塑胶成本起价，受到影响的电器包含冰箱、冷气、洗衫机、甲电视。以冰箱来讲，包含门板、内层、架仔、拖仔，还有密封条，拢是塑胶。送冰箱的时的包材也拢是石油制品。另外，亲像冷气的室内机的外壳、洗衫机的挂，还有电视后壁的背板，也拢是爱用到塑胶。这拢会造成电器业的成本增加，都有起价压力。中东战争的影响事实上让塑胶整个原物料的抬升大概也有4成左右一个涨幅，也不排除说可能未来在5、6月如果
这个状况持续恶化的话，会有调涨价格的一个可能性。塑胶跟铁，我们保守估计是大概会涨2成，目前也是会抓大概10到20%左右。针对冰箱跟电视。电器业者表示，即马有可能会起价是因为去年开始包含糖、铁等原物料拢变贵，佮加上今年的中东战争，又佮互塑胶的进货成本增加。3%的话还可以接受，石油的关系，所以本来就涨嘛。很多东西因为运输成本都会涨价的关系，涨价也是在所难免的。中东战争唔但引发民众抢塑胶落架，机票的计销纠关，甚至电器的产品也因为塑胶的成本变贵受到影响。即马万项拢起价，消费者也得来注意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有一间卖沙西米的这个店呢，互诈骗集团借因的名，伫咧网络呢用正俗的介绍来卖这三文鱼的沙西米。店家最近呢是接到900通电话，嘛已经有人汇款去啊。业者是强调讲，因无伫网络咧卖，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互人拐去。咱外带保养是透明的塑胶盒，对，不是这个圆盘子，不是圆盘子啦，手提网络顶面的相片，甲实际物件来比较，不管是档内底环境，也是产品的包装，拢甲实际状况无同款。这间伫家己是专门卖沙西米的档，最近去互诈骗集团用因的名义，伫网络顶面卖配送的沙西米。已经有300通的电话，300通的电话被宅配啊？有寄钱的，目前是1位而已。大家都知道，他都要来现场。外县市的我不知道。点外县市。对。业者表示，因伫家己市已经经营20档啊，完全拢无伫网络顶面来卖过物件，是最近一直有人敲电话来向因确认，才知影网络顶面有人用因的名来卖沙西米。伊嘛透过朋友伫网络来发文，澄清无这件代志。我们一律就是都现场购买这样子，都没有在宅配，也没有外送，都没有。网络迄款我较无咧甲看，无咧甲使用啦。因为你拢来现场买嘛。现场买较看会到哦。无用处理实在，互人客会当买到新鲜的沙西米。业者表示，因的三文鱼一斤要1000块，网络顶面才卖346块，就是要用正俗的介绍来骗唔知影的人。警方表示，目前无接到民众报案，不过这种网络诈骗的手法真多，建议民众会当先向店家敲电话确认，若是烦恼拄到诈骗，嘛会当向105专线通报，互警方来提供协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现主是这新的考驾照的制度呢，是变较困难。其中有真侪人拢反映讲，这乌托拜驾照呢，唔那是歹考，就连报名的这个名额呢，都抢袂到。立法委员有接到之前有来开协调会，表示讲，这全台湾呢考乌托拜驾照的名额有影是无够的，所以要求交通部来赶紧来改善。咱若到着线，警报声随咧弹，监考官向路考的民众讲，等过一礼拜会当搁停报名停考，但问题是，即马路考的名额以屏东监理站来讲，一天只有50个，要早起8点对线顶报名，而且一个月内名额已经满，搁无后补的制度，有人取消就浪费一个名额，民众拢讲足歹抢的。因为他是说，你若是这一次没过，下礼拜可以再考，可是问题是他都满了，像我是第2次考。然后预约的时间已经排到下个月。你要提前1分钟，然后把你的资料都复制好，然后在1分钟之内全部复制贴上，然后之后才可以抢到。地方立委嘛接到乡亲陈情，以屏东县来讲，范围足大，煞只有屏东监理站和恒春分站2个考试地点。恒春一礼拜只开放1摆，名额只有15个，全县一礼拜无够3摆的名额，明显不足。另外，这几年的笔试题目和路考条件变较难，停考的人增加袂少。立委徐富贵嘛希望公路单位会当搁增加逐工的名额，赶紧消化人数。要多多练习题库了哈，将我们的题库把它读熟哈，这样子会减少相关的一个笔试的一个重考的一个状况发生。那也要求我们交通部跟公路局应该要检讨放宽这个招考的一个名额，让更多的偏乡的乡亲能够方便来招考。对此，徐富贵有建议交通部，像是增加每一个考照名额，建立后补甲通知机制，含改善滨南区域的考照服务。屏东监理站表示，会搁针对报名数量的部分进行审视，若有需要，嘛会搁做进一步的调整。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苗栗白沙屯马进乡活动呢，昨暝这庙园已经挂头旗啊，预计4月12就要来起价。根据统计，今年是有超过46万人来报名，代替高铁这运输呢是会加开车帮来营业。也若有入的土库店，佫开始全面动员，要来迎接各地来的乡镇卡。信众虽然夜香虔诚拜拜，找到暗时11点外，庙方甲炉主将2公尺悬四角形的头旗请出来，挂伫庙口的龙条顶悬。旗仔顶面有绣襄阳甲天上圣母的字样，放头旗嘛算过今年的宗教大事。苗栗通宵白沙屯宫田宫妈祖请落南，用行的挂香的活动正式起鼓。今年总共有46万3588个乡镇卡报名，比去年增加将近13万人，搁再一摆创下新的纪录。我们没有走全程啊，就是妈祖送妈祖出去中就走多久就多久啊。回程呢会再来接妈祖。希望这个今年这活动大家互相来帮忙，互相扶持会当互这活动会当活转这个传统继续传授。白沙屯妈祖用行的南下分林北港朝天宫挂香，来回大约400公里，逐人拢吸引真侪信众。对这个拿水红啊跑车的妈祖乱桥走，今年预计12半暝定桥起价，16到分林北港，17透早进火，20回宫安坐。因为甲大家顶南宫妈祖迎进部分日期会顶塔，有机会出现双马会。若分林土库店因年拢是挂香活动一定会经过的所在。公所今年整合社区店家设立13个服务站，提供乡镇卡休困甲洗身躯，提供一些完善的这个卫浴设备，还有接驳车，还有一些医护团队来妥善照顾我们这些香灯脚。交通部表示，八港7暝的挂香行程，代替会加开160班区间快车，高铁嘛会增加10班列车，来增加载运量，全力配合宗教活动带来的疏运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应付这届白沙屯马的进香活动，气象署呢是特别安排行动气象站专程来跟队，来提供沿路即时的气象资讯。白沙屯妈祖这个礼拜就要起驾咯，今年有46万人报名进香，气象署嘛头一摆派人派行动气象仪沿路对咧行，民众伫现场当扫 QR code 就当看到白沙屯妈祖进香专区的网页，上即时的进香气象资讯。是气象署真的是首创，我们有一台行动的气象仪。那这个行动气象仪呢，它可以随着我们在跟着进香的那个信众在走的过程中，去测量当时的温度。那个随走的途中，我们会有个 QR code 提供，让民众可以扫描。民众扫描这个 QR code 之后，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气象资讯。天气方面，气象署讲，拜五各地头好天烧落，高温伫29度到34度迄卡斗，好天会持续到后礼拜2方面接近，时到北部会落雨，那后礼拜3方面通过北部东半部拢会落准雨，气温会变较凉。下周1以前的话，基本上都是以比较天气是比较偏闷热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雨的话也都是算是相当的零星。那下周2跟下周3的时候，因为有一道微弱锋面逐渐接近并且通过的一个状况之下，在北关东地区都是会有一些转雨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原本伫关岛东南边的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讲已经结束风台升落去，目前煞往在北边震动，而且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郭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宜兰伊山乡的七贤川这段的边啊，风台就会做大水。即马县政府是有设抽水站，预计明年就会当完工。那行政院呢也伫今仔日去到会场会勘。另外，针对着去年这风台，宜兰苏澳甲东山这淹水的灾情，行政院也有推出这防水闸门的补助，预计会当帮助4500户。宜兰宜山乡溪州的排水是地区七贤川边啊风台落大雨淹水的主要原因。当地因为农舍开发有愈来愈侪住户，因也争取抽水站。如果强降雨的时阵大量的雨水无法度宣泄咱良溪若较暴涨的时阵水内水排袂出去。县府争取中央经费开2亿5千多万去溪州抽水站，按算15动工，明年完工。行政院7集到当地勘查，要求在今年的电脑期抽水站也未起好进前，要做好准备。然后会预布移动式抽水机，在整个台风来临之前，会将吸收排水的水会先做预抽的动作。
另外，针对去年防洪洪台基兰苏澳东山顶乡镇做大水，行政院也推出水灾的补助，答案上悬会当补助47000块，安总会当协助4500户。总计呢6700万来补助宜兰县政府。这个就是说，如果易淹水地区那么临时豪大雨的时候，如果说整个市区排水有淹水，那它就至少有个那个防水肛门的设置。针对七贤这个部分，因为大家住户已经历经了好几次的这个淹水问题，所以他们懂得自我保护。不过相关的补助是针对防洪洪台受灾的所有劳动者的所在，无包含沿线乡等等的乡镇。部分依线的民代认为，以切现川做例，因为已经拄到几落届的做大水，居民有防大水的经验，未来只要抽水站起好，就无需要水灾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这心房会准是引起脑中风的主要原因。若准这患者是用通血路的药啊，虽然讲是有通好避免的，也毋过所有可能会胃出血。台大团队呢是成功来开发 AI 的智慧模型，会当帮助医师来预测这心房准的风险，准确率有到90%。心房震动是上史上的一种心律不整，嘛是引起脑中风的主要原因。脑中风是2024国内10大死因的第4位，一档有12000多人的死因是这。为着预防，台大病医跨领域合作，成功开发出新的 AI 人工智慧模型——逻辑思回归模型。毋但突破传统预测模型的局限，佫通针对无共病人预测未来心房震动的风险，准确度有到90%。在传统的模型，它只有年龄、性别跟过去的疾病。那这次我们多丢了是这个跟心脏科不一定有关的疾病，比如说肺病、肝病。另外，我们丢了用药史。研究团队表示，这套 AI 模型是整合2007到2016年之间9500多个心房震动的病例进行开发，依据病人的年岁、病史、用药记录等多元资料，动态调整各项风险因子，预测未来一档内血筋脱掉的风险。未来通针对高风险患者加强监测，中低风险患者会当考虑减少抗凝血剂，降低用药出血的风险，客制化的治疗。在这个模型里面，各个变数它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到底哪一个变数是特别的重要？那甚至呢，它可以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状况去做出预测。病医强调，医疗人工智慧的价值，毋是简单精准预测，上重要的是敢有透明、可信，佮实际应用伫临床。这项新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经正式发表伫国际数位医学期刊。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鼓励这南投的高中生呢留伫县内来读高中，县府是推出就近入学的方案。今年是编250万的预算，针对学生来提供个人的奖励金，上悬会当领到105000块。为着要留住高中毕业优秀的学生，南投县政府今年头一届编250万的经费，推出会考奖励方案，鼓励优秀的子弟留伫南投读高中。会考成绩4A 6加以上，会当摕到3万块；5A 10加以上，会当摕到105000块。这是足大的吸引力啦，家长嘛足欢喜的，学生啊嘛会使用这笔钱做各方面的学习啊。对囡仔来讲的压力会较小，而且你唔免对通车，嘛免住学校，厝佫顾会到，我感觉这是上大的优点。南投县政府表示，112参加会考的人数4000过40人。今年降到3409人，除了因为少子化，学生愈来愈少以外，另外就是有的南投的学生会走去台中读册。县政府表示，这个政策毋望透过奖励金提升学生留伫南投继续升学的意愿，嘛强化南投在地的教育竞争力。咱有足侪公道拢有囡仔入来，即摆毋是讲学校无够侪，是因为咱希望有上适合的科系，互咱囡仔有兴趣。会用后届伫专长的时阵会用伫未来，会有这个专长去就业。我们希望我们县立的学校也能够跟国立的学校，我们多一点点奖励。那对于技职的学生，我们也希望我们将近40项的前线的技职比赛的第1名的学生，我们希望他留在县内的高职。发奖励金以外，嘛会特别针对学校。提出奖励，鼓励各中加强辅导，合力竞争。学校上侪嘛会当摕到5万的团体奖励金，带动老师学校的教学动能。记者安修南投报道。
下半晡的天气，刷了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也阁有偏乌。金门、马祖大多数是侪云好天，日夜温差大。过到山区会有落地尖阵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